好吓人呀！这里位于贵州铜仁市碧江区德胜屯村，名叫龙角山。它远观形似飞龙，主峰上的龙角岩由天然的巨石堆叠而成。半山腰的奇石造型独特，被当地人称为龙角石。山顶建有一座房子，名为九龙寺，为佛教活动场所，故龙角山也被视为佛教圣地。今天我将带你们爬上山顶，走进这座独特的奇观。我张开心胸，无情的人笑我痴，我笑无情人懵懂。我愿意在他手掌。欢迎来到三立星河图，我是三立。我现在呢位于贵州铜仁的龙角山脚下，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就是龙角山呢，它是乃佛教圣地。远看呢，它形如一条腾空而起的飞天长龙，它长期处于云雾缭绕的状态。但是今天呢，天气正好，万里无云。现在呢，就跟我一起登到这条巨龙的头顶上去，一览一片好风光。我们走吧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爬到龙角山的这个半山腰了，可以看到这里是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呢是通往龙角山的唯一一条小道。可以看到这条小道旁边呢是种满了很多的这些松树。哇，你们看，这些道路上的这些枫叶都已经黄了，看上去金灿灿的。哇，这里看下去还挺高的，下去的话就是悬崖。哎，家人们，你们看，有人认识这个的吗？这个在我们老家是叫粽叶，可以拿来包粽子用的。我记得我爷爷奶奶也种了一大片，一山都是种的这粽叶。然后一到端午节的话，叫上村里的那些亲朋好友啊，还有一些邻里乡亲啊，全都来一大家子坐家里来包粽子。大家看这条小道是不是特别有意境？会的。你们看这些岩壁，也是沉积岩。看这个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步梯，像不像天然形成的一个路？因为它下面铺的呢都是沉积岩，可以看到它是一层一层，像千层蛋糕似的。
哎，我们很快就要到龙角岩了。看这个巨大的岩石，应该就是龙头了吧？看这上面都是沉积岩，像不像一个巨大的千层蛋糕？家人们快看，那里有一座山，像几根柱子，像不像一个手指头？看这个岩石，这里还发红。接下来我们上去。哇，这里会有点陡峭啊，但是这里还加了一个这个铁做防护的，但是有点松动。家人们，快看，我们现在快到了。哇，这里一眼望去，山脉连连。这里应该是属于一个观景台，是不是特别的优美？这风景。这里应该是以前应该是有一个房间吧，应该是个房子吧，看这形态，应该是长时间未维修倒塌了，感觉清晰。这种的话，应该就是侧柏叶了。这种侧柏叶的话，可以拿来熬水洗头。这里的话，应该就是九龙寺了。这个九龙寺呢，是坐于这个龙角岩的山顶上，但是现在门是锁上的，我们也就不进去参观了。因为你会看到它门口了摆了很多香火的香火灰。还有一些蜡。看这一根石柱，像不像像不像那个龙头的胡须？这就是传说中的龙角岩，在这么好的天气下呢，它每一块巨石的棱角，每一道岁月的裂纹啊，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接着往上爬。你们看这个挑岩木，它从整个墙体面伸出来，主要作用呢是承托上方的床子和瓦片，将屋檐向外延伸，可以保护墙体还有门窗免受雨水侵蚀。这里看下去的话，可以看到下面的山庄，村庄。
这是一块功德碑。我们现在要沿着这一个梯子跑到顶上去，就可以上到这个龙的头顶了。我们现在爬上去。哦呦，这个梯子有点松哎。还是有点吓人的。哇塞，越是往上爬越惊险。而且它这个梯子它不是很稳固啊，一直在那摇晃，好吓人呀！哇，我们现在终于上到这个龙角岩的山顶上了。你们看，这里呢还有一个神龛，里面呢供奉着土地公、土地婆，然后还有很多祭祀的食品，看那个新鲜的橘子，还有火腿月饼。来到这个龙首之上的九龙寺呢，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。虽然我们今天很遗憾没有看到一个仙气缭绕的云海，但是呢，我们却得到了一览无余的万里江山。你们看这风景是不是？哇哦！哇，站在这上面脚还是有点打闪闪的，哎呦，好吓人！人们选在这里建寺呢，我也觉得非常的绝。它不宏大，但却像一个精致的微缩盆景。这里的每一个角度呢，在阳光下都经得起细看。当地还有一首歌谣，叫“龙角顶上龙角岩，九霄云中掉下来，倒在一半云海里，留下一半山顶埋”。听到这首歌谣，你是不是觉得把这里形容得更加有意境了呢？这里的每一块石头，每一片树叶，我觉得都像在诉说着一个故事。来到这里呢，你不仅是看风景，还能感受到像是进了一个传说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是三丽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